甘比完了，劉鑾雄700億遭分割，甘比3子女近獲1%股權，驚爆被踢出家族信託名單，10年付出終成空。劉秀營竟獲得了顯著份額，呂麗君之子神秘入局。2025年的香港，像一鍋煮沸的濃湯，表面平靜，底下卻暗流衝動。一場豪門資產爭奪戰正悄然上演，主角正是千億富豪劉鑾雄。他的家族信託基金突然調整，像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，激起了層層漣漪。原配寶詠琴的子女、前女友呂麗君之子，船有現任太太甘比及其子女，紛紛登場。這場戲碼比任何電視劇都來得精彩。原本被大家視為人生贏家的甘比，竟然在這次資產重組中近獲得了1%的股權。他的3個子女更是被捕出局家族信託名單。這消息一出，就像炸了鍋一樣，大家紛紛議論。而此前一直默默磨吻的劉秀營，卻意外地獲得了顯著份額。呂麗君之子劉子峰更是以神秘入局者的身份，引發了無數人的猜測。這場涉及700億港元的財富分配，究竟是劉鑾雄的終極佈局，船是豪門恩怨的終極爆發？渣們且慢慢道來。說起甘比的逆襲，那可真是一部活生生的勵志劇。2001年，21歲的甘比，船只是個拿着相機滿世界追新聞的娛樂記者。為了拿到劉鑾雄的獨家新聞，他可是豁出去了，跟蹤到豪宅不說，船在一次採訪中，因為攝影器材不小心碰到了劉鑾雄的臉，引發了一場小衝突。面對富豪的怒火，換做別人，可能早就嚇得腿軟了。但甘比不一樣，他一句拍清你額頭的福字，不僅化解了危機，船以高情商贏得了劉鑾雄的關注。這就像是在一場舞會上，他以獨特的舞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從此他的命運之輪開始轉動。加入劉鑾雄的公司後，甘比並沒有急於上位，他深知劉鑾雄身邊美女如雲，自己要想脫穎而出，就得有點耐心和策略。於是他採取了欲擒故縱的策略，拒絕其他富豪的示好，低調處理與劉鑾雄的關係，甚至在懷孕後也沒有立即公開孩子的生父身份。相比之下，同期的女友呂麗君就有點沉不住氣了。她公開質疑甘比女人的血統，結果被劉鑾雄怒斥有學識沒腦子。這一罵不僅讓呂麗君在劉鑾雄心中的地位大跌，也讓甘比看到了機會。2016年，劉鑾雄病重期間，甘比全程陪護，船全球尋覓沈源，最終以生死相隨的承諾打動了劉鑾雄的心，兩人正式註冊結婚。這就像是一場馬拉松，甘比用耐心和毅力跑到了終點。婚後，劉鑾雄對甘比那是相當大方，花人置業50%的股份，多處房產及債券都轉入了甘比的名下，船任命他為行政總裁。2024年福布斯中國香港富豪榜顯示，劉鑾雄以131億美元的身家位列第6，而甘比作為配偶，實際掌控的資產超過了700億港元。他不僅安排自己的姐妹鄭思韻、鄭諾韻擔任公司高管，船通過家族信託基金鞏固了自己的權力，形成了一個陳氏家族的權力網。這就像是一場遊戲，甘比從一個小角色一路打怪升級，最終成為了由輝里的王者。2025年3月，劉鑾雄的家族信託基金突然調整，就像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，讓所有人都措手不及。原配寶詠琴的長子劉鳴煒保留了24.97%的股份，長女劉秀容懷得了1億港元的現金，呂麗君之女劉秀營獲贈了價值超過10億港元的房產及股權，其子劉子峰更是以神秘受益人的身份進入了信託名單，而甘比及其3個子女卻近獲得了1%的象徵性股權，船被曝出局了家族信託的核心決策層。這消息一出，就像是一顆炸彈，在豪門圈裏炸開了鍋，大家紛紛猜測，這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？接手花人置業後，甘比的商業決策卻屢遭質疑。2021年，他因為堅持持有恒大股票，導致虧損超過了110億港元，被媒體稱為無腦操作。
2024年，公司的半年報顯示虧損了4.22億港元，物業租金收入同比跌了 11.5%。儘管劉鑾雄曾經公開力挺甘比，但業績的持續下滑，算是成為了調整資產分配的導火索。這就像是一場考試，甘比交出的答卷並不理想，老師劉鑾雄自然要給他打個低分。2025年初，劉鑾雄被曝病情惡化，甚至無法站立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他早在2016年腎移植手術前，就將100億港元的現金平分給了甘比和劉鳴煒，並設立了爭議解決基金，以應對可能的財產糾紛。此次信託調整，或許就是他為了確保家族財富穩妥傳承，避免因為甘比管理不善而導致資產流失的終極佈局。這就像是一位老船長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，為他的船隊安排好了未來的航向。作為呂麗君之女，劉秀瑩曾經因為母親與甘比的爭鬥而被劉鑾雄雪藏。她就像是一位被遺忘在角落裡的公主，默默地承受着一切。但2017年後，她逐漸回歸了宮中的視野，不僅考入了頂尖的藝術院校，算頻繁出席家族活動。此次獲贈顯著份額，或許與劉鑾雄對呂麗君子女的補償心理有關。畢竟子女始終是他的血脈，分配資產時難免賄留一手。這就像是一位父親，雖然對前妻有怨言，但對子女全是充滿了愛。呂麗君之子劉子峰的入局，堪稱本次調整的最大意外。2010年，呂麗君為了與甘比爭寵，生下了兒子，但此前他從未被納入家族信託。此次他以未成年受益人的身份獲得份額，或許與劉鑾雄平衡各方勢力的考量有關。有法律專家指出，通過信託基金分配資產，既能保障子女的權益，又能避免直接繼承引發的糾紛。這就像是一場棋局，劉鑾雄在下每一步棋時都考慮得非常周全。早在2006年，劉鑾雄就設立了家族信託基金。2013年將花人置業 74.99% 的股權轉入了信託公司。此次調整，他通過剝離呂麗君子女，限制甘比權力，實現了去個人化傳承。正如他所言，家族信託能避免離婚、爭產導致的股權分散，確保公司長期穩定。這就像是一座城堡，家族信託就是城堡的圍牆，保護着裡面的財富和權力。儘管甘比被踢出了信託核心層，但他仍然擔任着花人置業的行政總裁，並持有藝術品收藏等非核心資產。劉鑾雄曾經公開稱讚他打理藝術品賺超200億。此次調整或許就是為了督促他提升商業能力。正如港媒分析的那樣，大劉給甘比留了退路，但也要看他能否證明自己不是花瓶 CEO。這就像是一位老師，雖然對學生有所不滿，但全是給了他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。劉鳴煒雖然減持了花人置業的股份，但保留了主席職務及非執行董事席位，其100億身家仍然足於頂尖水平。劉鑾雄曾經表示，長子有商業頭腦，能守住家族基業，而長女劉秀容懷得了1億現金，或許是因為他選擇了低調的生活，無需參與財富爭奪。這就像是一位父親在分配家產時，既考慮了子女的才能，又考慮了他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。資產調整消息公布後，花人置業的股價3日累計下跌了 8.6%。摩根大通報告指出，管理層動盪加劇了市場對業績的擔憂。若甘比無法扭轉虧損，公司或面臨私有化風險。這就像是一場風暴，讓投資者們紛紛拋售手中的股票，生怕自己成為那艘被風暴打翻的船。2024年，甘比以700億的身家登頂了香港女首富，但到了2025年，他的財富縮水至了500億港元左右，排名也跌至了第3。儘管他仍然擁有多棟商鋪及物業，但失去家族信託控制權，意味着他的財富影響力大幅下降。這就像是一位明星從巔峰跌落到了谷底，雖然存有粉絲支持，但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光環。網友對本次調整的看法兩極分化，有人認為甘比10年印忍終成空，好悶磨情；
也有人指出劉鑾雄只是平衡各方，確保子女基本生活，而呂麗君的沉默，劉鳴煒的不爭，更讓這場資產戰充滿了懸念。這就像是一場戲，觀眾們都在猜測着接下來的劇情會如何發展。甘比從狗仔到首富的10年，就像是一部印忍與野心的博弈史。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毅力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位置。但此次資產調整，卻是劉鑾雄對財富、權力、親情的終極權衡。700億分割背後，沒有絕對的贏家或輸家。甘比雖然失去了信託控制權，但他仍然掌舵着花人置業。劉秀瑩雖然獲得了份額，但他仍然需要面對私生女的標籤。劉鑾雄雖然自以為平衡了各方，但他仍然難逃健康惡化帶嚟的磨礪感。正如香港媒體所言，豪門的故事永遠比電視劇精彩。而這場資產戰，或許只是劉氏家族百年傳承的序章。當金錢與權力交織，當親情與算計碰撞，誰能笑到最後？時間會給出答案，而我們就靜靜地坐在一旁，看着這場豪門大戲如何繼續上演吧。